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玲玲。今日咧會講方力申嘅八字同埋生命靈數。佢過去咧用一個慈善嘅方式啦，游泳啦，去超過35公里，然後籌得超過1000萬，去幫助一啲有需要嘅人。我覺得佢呢個舉動咧係非常之有意義嘅。起初咧會諗佢嘅八字究竟係傷官重定係傷官為用？佢嘅八字咧係傷官重，咁傷官為用神同傷官為忌神咧嘅方係好唔同嘅。傷官為忌咧，佢係容易惹是非，容易學而不精，學好多樣興趣，但冇樣專精。睇嚟咧，佢係傷官為用啦，因為佢游水係好專精嘅。游水咧，佢係能夠獲獎啦，少年運勢咧得到一啲好好嘅成績。因為傷官咧喺早年嘅運勢出現，傷官亦都代表靚仔。傷官為用咧，靚仔啦，外向多情，多才多藝。佢係有優異嘅領悟，好外向多情，稱得上靚仔嘅，中意出風頭啦，同埋好驚人哋唔關注自己。因為傷官重嘅人咧，自尊心好強，不斷超越人哋嘅優越感。因為佢早年嘅時候，佢係傷官嘅運勢，代表早年咧係用才華被肯定，游泳比賽獲得傑出嘅成績。才為忌啦，比較唔服輸啦，同埋自我中心一啲，做嘢咧好有主見，責心好重。你見到佢個鼻咧係好突出嘅，佢個鼻嘅面上反映佢嘅八字人自身咧係息息相關嘅。方力申個鼻咧係好有氣勢啦，同埋好高好直嘅。亦都反映佢嘅八字咧，人自身無因之形咧，係一個關聯喺度。呢種鼻嘅人咧，做嘢好有主見，責任心好重，中意掌握大權，做起嘢上嚟咧，好獨立，好堅強。面對困難嘅時候咧，係唔輕易妥協嘅，好強嘅抗壓能力。但係同時咧比較自我一啲，主觀意識比較強，有時顯得比較固執或者唔容易聽人哋講嘢。鼻子咧主中年嘅運勢，所以41歲同埋50歲佢嘅運勢咧都係比較好，地亦飽滿有聚財嘅能力。講解一下人自身係乜嘢嘅五行，人自身無因之形。講解一下人自身係乜嘢嘅意思，巳火庚金，木生火，火融金。呢一個組合咧係有一個好強烈嘅內在嘅衝突啦，同人際關係不和啦，甚至同另一半啊、工作方面啊都會有啲對立啊，同埋得唔到人哋支持嘅，甚至係孤立無援。咁事實上係咪咁樣呢？又點樣化解呢？游泳係咪可以幫到手呢？游泳嘅五行係屬水嘅，金生水，正正係可以化解佢嘅命局裏邊嘅一啲人際唔和諧嘅局面。人自身無因之形咧，容易喺生活嘅各個方面咧都有啲挑戰同埋波折嘅。游水咧代表五行嘅水，水亦都係佢嘅財星，所以佢游水咧係可以調和呢個組合嘅能量。當時咧佢同 Stephy 咧係合作咗10年嘅，無論係熒幕情侶啦，定係工作嘅夥伴，都係形影不離。大家對佢嘅印象咧，諗起方力申咧，亦都會諗起 Stephy。佢同 Stephy 合作咧，財星為用咧，一嚟可以化解到佢人自身無因之形嘅呢一個組合嘅衝突啦，同時咧異性咧係可以幫到佢嘅。咁如果係同男士合作咧，情形就唔一樣啦，因為男士咧係比肩劫財為忌，所以咧女性合作咧係比較好嘅，賺嘅錢啊、工作運咧都比較好嘅。無因之形咧，亦都代表一啲衝突啦、人際關係嘅不和啦。有一次訪問咧 Stephy 同埋方力申嘅對話咧，都係有種互踩嘅情形嘅，容易出現一啲競爭啦、背叛啦、暗鬥。表面好似好合作，但其實咧各懷鬼胎，大家都有唔同嘅意見同埋見解。係咪揾個女性嘅朋友同佢合作係比較好咧？係事業，但係原來咧一啲內在嘅人自身嘅問題咧都會仍然出現。意思喺合作方面可能缺乏一啲信任感啦，主要喺人際關係，可能佢嘅表達方式容易引人誤解，容易講錯嘢，產生隔膜。人自身三型咧，佢嘅核心問題咧比較唔服輸，互相防備。如果加強一個理解啦，同埋自我修養就會比較好啦。咁木生火，火係代表圓滑，人際關係好，積極進取，喺人際關係裏邊咧比較如魚得水。金生水，水咧係佢嘅財星，游泳代表水，咁所以佢游泳呢個項目咧係非常之好嘅，因為游水係佢嘅財星，亦都同時係佢嘅喜用。所以佢嘅游水啊，佢財星啊，同女性朋友合作咧，都係非常對佢嘅格局啊、八字啊、命啊，都係有好好嘅加分嘅。生命靈數方面咧，佢嘅生日日期咧係26日，
26日咧係2+6等於8。8嘅數字代表堅毅、專注、創造財富、商業頭腦。佢去游泳參加慈善活動，參加啲游泳嘅項目，由香港游去澳門，然後籌款籌得超過1000萬。呢一個活動既係幫助到人，亦都有商業頭腦。佢將佢嘅潛能發揮得好好，佢係好積極進取嘅人。都非常之有自信，單憑佢游泳，然後籌得超過1000萬，我相信呢種滿足感係非常之好嘅。佢嘅月份計出嚟嘅數字係1，佢要克服嘅就係比較啦，過分專注喺人哋嘅成功而忽略咗專注自己嘅成長，克服衝動啦，顧及人哋感受。如果我啱啱講過嘅一啲特質啦，佢都克服到，咁佢就會係一個好有自信嘅人。自信、獨立自主，好有號召能力，好進取，好樂觀。可靠。喺命理角度咧，以上嘅分析咧，我覺得佢係比較少考驗嘅人，因為咧佢重複咗3個嘅1。喺以上嘅分析咧，其實佢嘅考驗係比一般人係少嘅，因為佢重複咗嘅係1，3個都係1，意思係佢將佢嘅經驗、佢嘅日常，只要不斷重複嘅模式去做翻好佢。例如同人相處唔好太過孤立自己，同人相處嘅時候唔係淨係得自己。都要顧及人哋嘅感受，去奉獻啊，或者係尊重人哋，同埋對身邊嘅人咧都係有雙贏嘅合作，樂於付出。人際關係處理好咧，佢基本上所有嘢都係如魚得水，都係好有自信、好獨立、好有創新。而佢想成為嘅人咧，正正佢而家已經做到啦。就係一個不容忽視、不容忽略，唔係人哋嘅配角，而係主角。當時佢同 Stephy 一齊嘅時候，我相信咧 Stephy 嘅成績係比佢優秀一啲嘅，或者佢嘅成功咧係好似同 Stephy 有個比較比下去。但係今時今日嘅佢咧，我相信佢喺游水啊，或者佢係做一啲慈善嘅活動咧，係大家有目共睹嘅，就係其實佢係一個好成功、好進取、好積極，係一個不容忽視嘅主角。今日嘅分享就係呢度啦，大家鍾意呢條片記得 like、subscribe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